台南对关系合并开始推动电风产业创新研发计划，也就是电风型的 SBIR， 持续协助企业在地深耕，提升竞争力。以今年为例，就辅导21间厂商，带动1亿5000万的产单，对动物用品、化妆美容以及协助市政服务业数位化模式相当多元。13号，市府研发局对了举办成果发表会，还由副秘书长王阳志以颁奖表扬所有优秀的厂商，场面热热。三冠网有线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有代表人陈坚春总经理代表领奖。我们辖内的许多有些电视业者啊，包括这个三冠网啊，还有这个双子星等等哈，他们都有一起来合作做这个偏乡的智慧医疗照护系统哦，所以这部分呢可以说是提供我们偏乡的长辈有非常多的一个服务。集邮厂的一个成果发表会可以说是成果相当的丰硕。那未来我们台南市政府也会更积极的一个态度，那也持续的编列经费来补助我们台南市境内非常具有潜力而且优秀的中小企业，继续的往这个创新跟研发的路迈进，也可以增加我们整个台南市的一个产值跟竞争力。会中副秘书长马伊关心所有产业数位转型的成果，因为根据统计，该计划在当内已经补助929间业者超过6亿8千万，创造突破99亿的产单。其中总价款凭三冠王，就因为持续提升网络品质，同时创新推动偏乡智慧照护服务，将老大人、尿血压等数值欠的分段进行疾病管理来协助，嘛互市府相当感佩。对我们的长辈他们将来对个人的身体状况的监测，或是让在外的他的子女也可以更清楚、更放心的了解到自己父母亲的身体状况，可以透过这远端的了解，这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希望这个系统呢，可以在我们台南市偏乡来落实。很荣幸中家宽频三冠网双子星有线电视在今年度能够再次加入我们 SBIR 的这个主题联盟式的补助。那再次也显现说，我们中嘉宽频三冠网跟双子星的网络部件是非常的稳定。那我们的传输技术也是非常的成熟。那再加上我们一些应用上面的一些创新，所以再次能够获得补助。那在明年度呢，我们也会再更努力，那寻求更多的一些方式来继续加入我们 SBIR 的主题联盟式的补助。企业透过创新研发加数位转型，都来提升竞争力，嘛进一步带动台市整体产业的发展。咱的新闻军事采访报道。